据可靠消息称，阿卜杜可伊木买卖提及夫人阿依诺尔近日被中国政府抓捕。阿卜杜可伊木买卖提出生于1967年，喀什泽普县人。1984年考入新疆艺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现级别为教授1级演员，同时担任节目主持、影视配音等身兼数职。自2018年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产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使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对水果及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 15%， 对猪肉及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 25%， 现行保税减免税政不变。根据克里米亚新闻社的消息，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国主席谢盖尔·阿克谢诺夫签署了在克里姆林宫控制下成立所谓克里米亚打弹议会的决定。当地时间3月30日晚，5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法国警察搭乘一辆火车进入了意大利北部边陲小镇巴多内基亚，解押着一名刚刚从火车上拘捕的犯罪嫌疑人，前往当地的一家诊所进行化验，随后将疑犯带回法国境内。对此，意大利外交部紧急召见了法国驻意大利大使，要求法国方面对警察擅自越境执法作出合理解释，并对法国警察无视意大利主权、未经通报就越境执法行为表示不满和抗议。天主教精神领袖帕帕弗朗西斯·圣彼得在大教堂阳台上的传统讲话中表示，他希望尽快结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战争，不要再继续牺牲无辜的人，实现圣地和平。法国铁路工人罢工暂定期限从4月3日到6月28日，预计有25000名员工参加，反对政府强推铁路系统改革。法国铁路领导层估计，4月3日、4日罢工规模相当大，绝大多数列车可能会停运。